伫咧遮提醒大家，咱人拢会老，拢会辛苦病去，所以一定爱好好照顾家己。你若目睭想要爱困的时阵，尻川坐烧的时阵，会记得着爱爬起来，吼，手摇摇的，尻川扭扭的，骹大大的，等椅仔冷啊，才搁坐落去。毋通坐椅仔烧狌狌，着得要困啊，无爱颠动。人讲活动，活着爱动。讲伫这咱拢头拄仔拢食饱饱，即摆骹川搁足济足久的。刷落来要请咱北区长青学院校长黄桂华领队出场，那要运动一下。我要代表北加州中青学院，向在座每一位亲爱的爸爸甲妈妈，要甲恁讲母亲节快乐。拍婆啊，谢谢。再来，我要带来2项物件，第一项就是鼓励。我要甲恁讲，阮顶面才有一个吴依荣阿嬷90岁，伊有在活，所以伊有在叮当。恁也同款，这就是我今仔日带来的鼓励。恁家己找吼，恁家己找看倒一个人90岁，倒一个人是吴依荣阿嬷。过来，阮今仔日搁带来物件。我要甲恁讲，毋是阮跳较足好，阮较今仔日来食的。阮今仔日带来是祝福，阮是要甲恁讲，上帝疼你，毋是阮跳了真好，愿阮的鼓励甲阮的祝福带来今仔日所有每一个在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甲爸爸母亲节快乐，多谢。
摇落去你拢袂当。